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係2026年6月7號，已經係星期日啦。嗱，我哋咧繼續跟進呢個咧澳門桑拿大風暴。嗱，咁三間咧，其實仲有一間咧，我唔知喺邊度位置，佢就話喺氹仔，網友報料就喺內湖，咁嗰間我就唔知係邊間。嗱，好啦，1號桑拿大家都知啦嚇，喺個叫置地嗰度置地咧，佢話生意好生意。咁今次咧點解會出事咧？嗱，澳門好多桑拿嘅，點解淨係拉呢三間咧？呢個問題好啦，有人第一時間問：喂，咁其他嘅桑拿係咪唔開啊？唔係喎，其他嘅桑拿照常營業。咁好啦，人們不禁要問：乜其他嘅桑拿係正牌嘅咩？係揼正骨嘅咩？冇地搞嘢嘅咩？咩賣淫咧？嗱，其實澳門從來都係公開賣淫噶啦，係嘛？有邊個地方咪即係開放得過澳門啊，大佬？係咪？嗱，澳門最出名以前叫打領浴室，有打領1、2、3啊。咁好啦，佢哋咧直情有金魚缸嘅，好似泰國嘅金魚缸咁啊！你去到咧揀 number。入房嘅，咁所以咧，你諗下，佢係擺到明係直情係從事呢個提供呢個色情服務啦，係咪？好啦，咁點解今次要咁高調拉人封艇咧？間都係做緊同一樣嘢，點解要拉佢哋？嗱，資深嘅老友報料啊，呢啲馬交 friend 啊，真係真正嘅馬交 friend 啦，就話咧3間桑拿係同一個老闆，都係大陸佬。因為咧已經俾大陸佬即係賣咗股份俾大陸佬啊，而家係一個大陸佬嘅。咁今次大陸佬咧，其實得罪咗個猛人。好啦，點猛法咧？我哋同大家一齊先講啦吓。咁好啦，得罪咗個猛人之後咧，竟然咧牽涉到咧澳門而家嘅保安呢個叫做警察局嘅副局長梁慶康。我哋提供一張相啦就係佢被捕嘅時候着嗰件西裝，啲人話認得佢個肚腩。咁實際上咧，嗰件西裝都冇換噶。呢個梁副局長咁喺早1、2日視察嘅時候俾人影到，即係人哋影佢幅視察嘅相。今次俾人拉嘅都係嗰件西裝，不過咧由恤衫有扣鈕嘅恤衫就變咗黑色嘅冇鈕嘅恤衫。冇褸嘅 T 恤。嗱，好啦，你諗下啦，因為澳門冇公布佢個名嘅，淨係話3個現役嘅呢個警務人員係嘛？同埋2個退休嘅呢個叫做咧退休司警，冇講到名，但係網民眼力嘅網民睇到件衫認得佢個肚腩，咁我哋都鋪埋佢張相出嚟啦。佢叫做咧梁慶康啊。講梁慶康嘅背景先係嘛？嗱，佢咧喺2019年咧正式係做呢個位嘅。嗱，佢嘅個人履歷咧係畢業喺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第2屆嘅警官培訓課程。公共管理碩士就係北京大學讀嘅。主要履歷係點樣咧？佢喺1996年正式投入警務工作，話當時係白德安啊，記唔記得啊？嗰陣時咩崩牙區啊，咩水防水防賴係咪咁啊？係咪有水防賴啊等等嚇？喺度鬥法噶嘛係咪？好啦，當時嗰個叫做咩警務總長叫白德安，我記得啊，後尾俾人放炸彈添。佢就係嗰個年代入去嘅。嗱，好啦。佢喺治安警察局裏面有多個部門嘅主管同指揮經驗，歷任澳門警務廳、特警隊、海島警務廳嘅主管職務，先後擔任呢個指揮部輔助暨服務處嘅處長、警察學校校長、行動廳廳長。好啦，喺2019年嘅10月8號獲得澳門保安司批示，正式升為治安警察局嘅副局長，人工好高喎，聽聞啊！作為副局長，佢主要協助局長領導治安警察局。佢嘅職銜就涵蓋咗維持公共秩序、預防同打擊犯罪、監督出入境工作，
並經常親自帶隊巡視澳門各大旅遊熱點。哇，唔怪之得啦，桑拿都歸佢包啦，係咪？部署公眾假期嘅人流管制同警務措施，以及出席社區警務同內部警官晉升儀式等重要活動。好啦，我想話俾大家知，乜嘢人啊得罪咗猛人，即係嗰個大陸佬啦嚇，得罪咗個猛人，竟然呢係連佢嘅後台都拉埋呢。喂，呢件事你諗下，拉到呢個副局長喎，嗱，佢應該係歐文龍之後呢，俾人哋拉嘅最高級嘅一個呢公務員啦，即係講緊呢個管治團隊入邊嘅官員係咪啊？應該係歐文龍之後最大噶啦。嗱，我想同大家呢，即係研究一下啦嚇，咁究竟係乜嘢人有咁大勢力，連呢個後台都扳倒埋呢？咁啊扳到佢，究竟有啲乜嘢，即係點啊深仇大恨要咁做呢？係咪？因為你諗下啦，間桑拿都做呢啲嘢嘅，點解淨咗佢呢？佢個集團做得特別出位，嗱，的確有人眼紅佢好生意嘅，因為佢生意的確好。嗱，咁啊事緣呢，我呢就佢報料人冇話俾我知呢係咩猛人，猛到嚇，竟然可以將呢個叫做佢嘅後台係副局長嚟喎，係嘛？副局長都扳倒咗啦，咁佢咪好猛嚇？好啦，咁啊報料人冇話俾我知嘅，咁我估下啦，不如有時係嘛，估下唔使死嘅係嘛？類似嘅劇情，嗱，當年呢，據説嚇呢個叫做27軍嚇，佢個軍長就去到天上人間嚇，好似係咪天上嘅類似嘅天上人間咧，就消遣，咁咧就俾人哋即係不禮貌對待啊，類似屈嗰啲啦嚇。好啦，咁啊結果咧佢就帶人去掃場，掃爛晒嗰度，好似係咪天上人間？好似唔係喎，天上人間嗰個老闆好惡喎，陳輝喎嚇。喂，李先念嘅女婿嚟喎，好似係咪？係咪李先念啊？嗰個係有料到嘅喎，唔係咁容易嘅喎，係咪？嗱，好啦，咁啊類似一間嗰啲叫做好出名嘅夜店啦嚇，咁啊消費出邊啊全係天上人間，咁啊最終咧就係鬧到好不愉快，咁佢咧就據説帶咗一隊軍隊去包圍嚇，其實係唔可能嘅，你諗真啲，你邊可能27軍係嘛？27軍帶27軍去喺河北保定駐守嘅，帶去北京係嘛？咁啊搞事啊，係咪冇可能俾你帶到個兵入去嘅嚇？即係全係咁傳一間好高級嘅消費場所咁樣啦。啲人就話天上人間，我就唔信嘅。嗱，咁個消息個古仔係咁嘅，跟住咧佢就打爛晒所有嘢，用機關槍掃下揾啲士兵。結果咧佢話俾佢知，佢指定叫你裝修，重新裝修。裝修完之後，通知我嚟掃多次場，我先條氣先順咁講。嗱，後尾咧就拍成電視劇啊，咁啊講述呢個東寧大盜孫殿英呢個發跡嘅一套電視劇啦嚇，由張耀揚飾演呢個孫殿英，咁就講述佢咧做咗呢個叫做咧軍頭之後，就去到一間咧就係按摩即係揼骨啦嚇，咁啊俾人屈佢一隻杯就屈佢咩50兩，後尾唔係1萬兩俾人屈，咁佢就叫佢個參謀長咧去偷偷地調兵過嚟啦嚇，咁啊又係相同嘅橋段，就係咧要用槍掃射1分鐘，用呢個機關槍嚇，咁就叫佢嘅士兵掃射1分鐘。嗱，呢個古仔咧廣泛流傳啊！嗱，咁後面今次又得罪咗啲好重要嘅人物，咁啊搞到咧人哋要掃佢場咧，仲要高調掃場，就話啦，警方由2019年部署7年去裝鳩佢，咁其他嗰啲冇提供呢啲服務嘅咩？間間都有，唯獨是點解淨係喐佢哋幾間呢？係嘛？咁啊，其實澳門政府咧好好笑啊！其實大家都知道，你哋係貪污政府嚟，個個都貪污。有邊間唔受賄啊？有邊間唔係警察通知佢哋掃係咪洗地啊？間間都係，咁點解淨係拉呢3間咧？其他又繼續營業喎？啲人問：喂，係咪冇骨揼啊？點算啊？係咪要整咩啊？冇嘅，唔會搞到啲客嘅。澳門洗地咧係唔會搞到啲客嘅，知唔知啊？因為佢哋咧，你保證你哋啲嫖客賓至如歸嘛，大佬係咪？好啦，
咁所以呢單嘢呢，好值得同大家講嚇。當然啦，咁啊得罪咗啲咩人，梗係比呢個警察局即係治安警察局副局長高級好多嘅人先至會有咁權力啦，係咪？咁唔係得罪局長咁簡單，係嘛？好高級噶啦，係邊個落嘅 order 呢？啊，真係我哋都等緊報料人講嚇。而家呢，佢就話暫時未知，但係可以知道嘅消息就係呢3間都係由一個撈頭揸莊嘅嚇。咁即係打領浴室原來都俾撈頭揸莊我都唔知啊。係不過澳門啲嘢我好背噶啦，好彩靠啲澳門啲朋友報料嘅啫。好啦，呢次我哋暫時講住咁多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多啲留言，多啲 like 同 share。覺得好聽嘅可以介紹俾親戚朋友聽，訂閱埋 Patreon。多謝晒，拜拜。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呢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大家呢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呢，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